怎么说呢？那一天下了雨，然后到现在才会下，看到流口水是吧？是啊，更新太慢了，确实有一点慢。我们继续努力吧，好好继续努力，这样子更新早一点。啊，标腿被那个这个房子的边边这种钉子啊刮到了，割到了，割了一下，割确实很深很深，小钉子。小木薯他们过2天可能会要种完了，用5天的时间看我玩我们的视频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我们一起把灯玩亮一下，欢迎哥哥姐姐们，大家都吃饭了吗？打了打了，昨天打了，对，打2针了还。怎么了？看看房子去不了，一直下雨，这雨下还挺大的。谢谢大家的下单哈，谢谢。打算带啥货？我们先挂小黄车，我们要有一点口碑上来才能报名，才能去选品啊。因为我们也差不多也要1个多月没有带了，2个月没有带了啊。现在挂上来，大家需要的就帮忙下单一下。被钉子割的我老公的脚，你们想看菜是吧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下雨呢，下着雨呢，这菜都长起来了。对，这个小鸡呢是我妈妈养的这个母鸡，然后自己让它下蛋，然后让它自己泡。其实评论很正常，别骂了，没关系没关系啊。小姨一直都说了，大家都是为了提议我们，大家都是为我们好，没事的。只是有些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讲话的会那么往好的方面去讲。谢谢麦子哥，谢谢。对，就是说每一个人有时候他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调过去就行了。出了双喜哥出了，对，四川好的，到时候去看一下，好的。空粉可以啊。基本上大家看，有时候呢，小姨直播也好，不管以前还是现在，一开始呢，小姨还是带小爱他们木薯他们跳舞，但是这段时间他们比较累，他们有事，可能他们忙完，我也会带他们一起又跳舞什么的，就这样的。我们除了那样，哥哥姐姐们刷礼物呢，我们也没有打 PK 啊，什么这什么啊。哥哥姐姐们有时候呢，这么多人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给你刷那么多啊，是不是？大家就帮忙亮个灯牌呀，点点赞呀，陪伴啊，这都是对我们有好处，都是支持我们。所以我们还是带货的话，每一个像大家说一样，黑粉铁粉啊，都可以支持我们，大家都可以支持我们。谢谢。这种呢，毕竟每一个普通的家庭也好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也是一样，像东西啊什么的一样，在外面买也是买。有时候呢，大家为了支持我们，在这里跟我们买，大家也得到了，跟在外面买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也支持了我们。你也是面粉。这都是大家的支持。又记着好吃，又拍了一单，谢谢哈，谢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大家需要呢，今天的橱窗里面今天的小黄车里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姨挂一下，然后这段时间小姨要找机会去带货，找机会去报名去带货，看一下去选品，因为我们口碑确实，因为几个月没带的话，它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们要挂一下，然后大家的支持，然后这段时间小姨就看一下，找一点好的产品，都推荐给大家。
还有白嫖啊，怎么会跟大哥家不好呢？你看丈母娘来了呢。嗯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丈母娘。我是丈母娘，然后我哥不也在那里呀？我哥的，说实话，我哥他从宁古塔回来，有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回家，就来这里了，帮我们看工地啊，看一下这里那里啊，搞什么做啊什么啊，就这样。有时候他连家都没回的，从宁古塔回来。hả? Để sao có lại con sao có ý kiến nói anh cả丈母娘会说中文是啊，哟，丈母娘，大家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，谢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。OK。对，今天有一点点冷，下雨下大雨了，中午下到现在，下雨了，一直在下雨，出去不了，房子看不了下雨。谢谢哥哥姐姐们哈，谢谢大家。需要的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可以在那个，谢谢学姐，欢迎学姐。对，我需要的我们可以下几单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还没有天黑哈，这边还没有天黑。看见我妈妈都打伞过来的，更新了，已经更新了。房子那里几亩地，38乘以35，那个地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。38乘以35是怎么算的？上午看了你视频，下午又看了你视频。他们就是早上干活，然后下午一直在这里等雨停干活，然后没有停，他们在这里搞2杯，一直等了雨停不停，然后他们就下午没得干活了。665，我不知道，38乘以35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多少个平方。看看他们在这里聊天了，小易刚聊天，跟包工头好好算一算那些瓦啊，全部的，可能明天后天就全部会送过来了。我被封可以了，好的，哥，好的，可以了是吧？有多少分了？对，那个房子封顶，他说要20天左右。谢谢富哥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下单，谢谢。还没有天黑，谢谢守望哥，谢谢哥姐姐们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对我们才刚挂上去，这个姐姐们就这么支持小姨了，谢谢大家。可能过这段时间，现在口碑够了，我们就可以去报名去选货，去选产品，到底要带什么货，我们也会提前跟大家说的。会提前通知大家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没有不通过啊，没有不通过，看见就会通过的。谢谢守望哥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。怎么会没有啊？有茄子有。鸡有大长腿，对呀，那是斗鸡。因为你说我们带的货吗？还不知道，我们看情况嘛。我们要带什么，要好好选一下。谢谢富哥，谢谢。他们不能拍多了，他们在那个斗鸡好吃，确实真的好吃。这个鸡，对，他们在那个，我们不能看那么多。下雨哪里都去不了，现在今天种了菜呀什么，明天我把那个玉米买来种一下，这个雨一下，我觉得再种一点那个玉米包谷，种那个
糯米包谷是这样吗？那个白色的，种那种吃，多种一点。养鱼不好养啊，今年就种了一些。眼睛怎么了？因为这里他们烧火禁烟了。花苞谷、玉米。甜玉米好吃吗？我怕种不了，我看他们这边都种那种糯玉米，种一点花生，好的好的。种玉米对，我觉得种玉米也应该还可以，这个土地。小姨多种几种嘛，多种几种，一种不种那么多。大家还有叫小姨种一下甘蔗嘛，小姨就拿1、2根拿来种试一下。井还不可以打，要到4月底，那时候才是最干旱的。还养口子呢，现在我不知道拍视频能不能拍。我们今天抓了一个，下雨不知道它往哪里跑过来了。抓了一个，反正有地多种一点。对，就看一看，没拍那么清楚，没看啊。谢谢哥哥姐姐们哈，对小红书问下了，因为我们的口碑也够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哈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小姨要找一下带什么，给大家挑好一点。有机会的话，跟那种大的一点的那种品牌，找一点好的，给大家推荐。对，这里面呢有羊，现在有口子，有鸡鸭的话，阿托说他要抓过来给我。什么都养。然后牛也有，牛的话现在大嫂在养。小姨以前也去干过那种的话，人家还叫小姨多养一点口子啊什么，看见的话要多买一点好吃的给他吃，买那种他喜欢吃的给他吃。我们这边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这个怎么去讲呢？我还是不讲了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讲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，讲出来大家肯定不相信。看不了房子啊，下雨啊，哥哥姐姐们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不相信我一直说是下雨，看下这么大的雨，看不了，出去就湿了，不讲了，等下讲出来大家都觉得呢。对，大家不是一直在看到小姨这个是啥吗？它就是这里有，上面这里没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下雨了，这里也待不了了，只能这样倒着。对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从小呢，人家就叫小姨，如果有机会就这种遇到口子呀什么的话，都买好吃的给他吃，买他喜欢吃的给他吃，要对他好一点，就这样。今天呢是他出来找我们的，跑出来找我们，然后我们抓他，然后抓起来的，然后现在留着养，好好养它。这
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讲了。小黄说没有，对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们口碑够了，现在。嗯，对，他吃香蕉，吃那个玉米，他也吃，木薯他也吃，但是他还是最喜欢吃香蕉的。嗯。对。不看了，我们不看口子的，不看了。我要养它，放在这里，等下它要被人家抓吃了。我好好养它好得多，我放出去等下被人家抓吃了。我好好养着它好得多。嗯。这边的人吃。对呀，啥都吃。他们吃的。ตัวดิ้งเจ้าก็กินอ่ะ不放走，我好好养着它，我怕别人把它吃了。我不拍，我不把视频拍，我不拍到里面，哥姐姐们，我不想拍。等一下怕不好，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，本来在这边拍视频啊什么，本来就有一点影响，我们不拍这些了。到时候所以偶尔发到群里给大家看一看。对，对，到时候我们发到群里面给大家看一看。开始盖顶了，还没有封顶。对。对，我们差不多，等下小姨要搞饭吃，看一下哥哥姐姐们还没吃饭呢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吧，然后明天看一下我们要，怎么搞。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，对。明天我们再播，就这么快，今天就直播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小姨还要有事情，要找那种产品，找那种看一下我们到底带什么好。这段时间确实我们要带一场货，也需要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都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的。小姨要看一看，要了解一下，多了解一下，多选一点。什么时候封顶还不知道。高峰头说，今天他盖起，明天如果能干一天呢，就每天都干活去的话，就不超过20天。他说，对，非常感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哈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明天有时间小姨就早一点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再见，期待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